上學堂，從前到每分鐘，身邊也有父母在旁。終於天與地需要獨自往，兩手必須放，但我不想放，邊哭一邊回望。然後到這一天，在這一天走出世界，早告別學堂。人大了，我應當一早慣了，沒有護航，偏偏很幼稚。一有壞狀況，就會想歸去父母親的堡壘，不管麻煩事幹，不要走。大鐘即使敲響，你別放開手。成年後，什麼都不可再有成人遷就，不要走，前去在人群內會磨練到久，可見將來日子總會有順逆流，不過此時獲得的愛顧，無使愛過未夠。凡事也要小心，沒趣得很，請不要再逼我做大人。年月卻太狠心，催促上課，學會獨行，幾千噸責任，冰冷像校訓，個中的得跳，課室鐘聲響了，雙手為何在震？不要走，大鐘即使敲響，你別放開手。成年後，什麼都不可再有成人遷就，不要走，前去在人群內會磨練到久，可見將來日子總會有順逆流，不過此時獲得的愛顧